破刀学台语，甲手诶动作相关诶课录字第10集46条。小弟仔诶手去讲着，甲伊软软诶，下面有4字，第2读做烧，烧烧诶第2读做软，软软。第3字读做软，温暖诶软。第4字读做软，软米粉诶软47条，出力甲身摞起来，就是用力将身体的角质层把它搓弱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润，加润顺的润第2字读做律，第3字读做愈，第4字读做愈第3字这个愈是倒退愈的愈啦第4字这个愈是比如愈涂骹的愈，嘛读做犁嘛读做犁比如讲锯犁仔就是锉刀。48条，绳爱拍4角才袂落去绳子要打死结才不会松脱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松，第2读做律，第3字读做落还是落，第4字读做长。49条，做包仔进前先爱烂米粉烂嘛好，下面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软，第2读做烂，第3字读做软，第4字读做烧烧读的烧啦50条，正衫袂当囥洗衣机洗，你去夹戳戳的你去甲伊戳戳的。就这件衣服不能放洗衣机洗，你去用水稍微搓一下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捋就是麻糍手来捋麻糍的捋，第2字读做戳，第3字读做拖，第4字读做烂拄仔讲的烂米粉的烂好，感谢各位收听。